Hello，我阿 Sa， 今日咧我又為 Cosmo Girl 影封面啦。今日嘅衫全部都係好 pastel 咁樣嘅顏色嚟嘅，咁我自己平時都好中意呢啲咁樣嘅 style 嘅。咁我嚟緊呢就會推出我嘅第三隻廣東嘅 EP。咁呢一隻 EP 呢，其實個概念係想話俾大家聽，有一啲物件啊，或者有啲事情，可能好似好糟糕或者好大家唔會放喺眼內嘅一啲物件一啲嘢，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美麗嘅一面嘅。其實日日都係好想放假嘅，咁對上一次放假呢，就去咗杜拜啦。咁杜拜係第一次去啦，因為成日放假都係得幾日，咁所以呢，去嚟去都係日本啊、泰國啊，即係東南亞嘅地方。咁今次好想可以去遠啲啦。每一次一見到一啲好舒服嘅環境呢，就會幻想，我第時退休一定要去嗰度。所以我而近期嘅目標都幾想退休可以喺杜拜咯。